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收看中嘉新闻周报。位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对岸的珊瑚广场于近日启动试营运，吸引无数的游客前往一睹风采。整座海景商场以珊瑚礁群为建筑核心，打造约2100平的购物空间，未来有望成为亚湾区又一热门打卡景点。大大的蓝色造型气球吸引不少民众驻足拍照。位在苓雅区的 Focus 13珊瑚广场于近日开幕，不止内里设计颇具巧思，贩卖商品更是大走文青风，而2楼还能欣赏完整的港区美景，吸引不少民众特地前来。刚进去的时候就觉得很亮，眼睛一亮的感觉。然后它整个的设计，尤其那个中间那个大树那个灯光，真的是非常吸引人。然后走进去，然后1到3楼都还蛮亮的，就各个空间都还不错，设计的感觉都还不错，这样子。小众品牌蛮多的，所以就蛮喜欢的，觉得还不错啊。然后还有那个咖啡厅，还有那个风景，蛮好看的。地处港区的 Focus 13珊瑚广场与高雄流行音乐中心隔岸相望，由台南知名百货业者操刀，并以珊瑚礁群为设计理念，打造总面积约为2100平的商场空间。开幕仅2日就吸引近15万人次到访，也创造不少讨论话题。我们这边的客群，我们设定就是50%的在地客，50%的观光客。因为林百货经营了12年，我们大概有80%都是观光客。那我们也提供就是台湾厉害设计师的作品，或是台湾这个年轻设计师的作品，来跟大家做分享。那希望观光客来可以看到我们台湾的好东西，也可以看得到我们年轻设计师的作品。那也可以在这个场域里面享受整个高雄爱河湾的美好风景。对此，在地议员也提出相关看法，认为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活动举办多元且成功，吸引大量人潮导入，如今又有大型文创商场进驻，将有望带动地方经济再次发展。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说，现在有引进一些对于年轻人来讲看起来是算是蛮有吸引力的品牌，所以那希望可以透过这个商业跟我们在这边办很多文化跟流行还有音乐活动彼此互相结合，那能够让它发挥本来的这个应该要有的商业的功能，带来更多的人潮，也提供来这边的这个游客更好的一个服务。那我们期待看到这个爱河湾高雄流行音乐中心这边展现更年轻、创新、多元，而且走在潮流前面的风貌，来吸引国内外更多的旅客跟年轻的朋友一起来到这边。Focus 13珊瑚广场目前2侧餐厅区仍处于封闭施工阶段，未来将形成完整的文创休憩景观场域，结合周边完善的轻轨等大众运输系统，有望成为港区又一观光新亮点。记者陈怡轩高雄报道。共享单车 U-Bike 已经成为许多人通勤的首选，但2026年开始，借车有了新规定，也就是全类型的车种在租借前都强制需要先进行保险申请，如果没有完成这道手续，将无法顺利感应借车。交通局提醒民众务必提前上网或透过 App 确认投保的状态，以免到时候租借卡关，影响行程。随着高雄轨道路网逐渐成型，以及 T-Pass 月票的加持下，公共运输逐渐成为市民的通勤选择。其中主打好借好还、轻便高机动性的 U-Bike 共享单车，更是不少人转乘移动时的首选。不过，这项便利工具将在115年迎来全新规定。明年1月1号开始就实施这个新的规定，所以就是全面性，因为之前只针对2.01的部分，那这次是2.0全部都要加入这个投保的这个规定，这样子。早在今年6月起，高雄就已经先行实施 U-Bike 2.01电辅车强制投保，而从明年开始，这项规定将扩大到所有车种。如果没有完成投保，将无法刷卡借车。民众只要透过手机 APP 或是网页，就能快速确认投保状况，或是进行保险申请。现在目前大概还有不到10%的民众在使用这个微笑单车部分就是建议说还是要利用那个就是 APP 或者是官网的一个相关的资料，就可以有一个保险的一个服务这样子。好，就 APP 打开之后，在那个主页上面选单，点上去之后，然后我们找到公共自行车伤害险这个选项，点进去，然后就出现你登录的卡号，那显示资料打勾或者留下你的相关个人资料之后，叫完成投保的话，右边这边就会出现已投保的这个符号，就表示已经加入这个保险了。好啊，很好啊，因为有的时候你
出了一点意外还是什么，那个保险其实是有帮忙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还不错。就跟全民健保一样，只要骑 U-Bike 的都自动给他保嘛。目前高雄 U-Bike 已经建制达到1471站，累计骑乘人数更是突破了7600万人次，可见得共享单车已经逐渐融入市民的生活当中。民众表示，现在即使家中有车，有时为了省下寻找车位的麻烦或是停车费，也会考虑选择使用它来做移动。我们现在目前已经设1471站。但我们大概今年年底大概可以达到我们合约的1500站，然后现在大概整个使用量大概平均一个月将近大概180万，已经越来越高了。那因为相对那个站点的部分，其实我们密度越来越高，那使用量其实也逐年在增加这样子。对啊，捷运啊或者其他交通工具，甚至我自己开车，有些地方不好停车啊，我也停在那边换 U-Bike。交通局提醒民众，共享单车投保费用全额免费，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快速完成，骑乘时也可以多一份安全保障。上路之前不妨检查一下会员资料，确保投保手续已经就绪，让每天的绿色通勤之路更加顺畅。解说君高雄报道。每天开车经过中山一路的驾驶朋友，最近应该有发现路变好开了，因为高雄市政府近期改造中央公园前的路段，不只将马路铺平，更关键的是解决了长期困扰驾驶的车道对不齐的问题。此外，也针对各大都市干道进行重新刨铺，透过工程手段修正路口的设计，让高雄的道路不再只是大条，更是能让市民安心驾驶的直觉式路网。透过空拍对比图可以清晰看见，中央公园前的中山一路已经换上崭新的柏油路面，又设计左转副驾车道，并优化了每段车道的连接性，让驾驶不用再担心开着就误入歧途。好，这些人目前行驶在中山一路上后，那因为之前的标线不够明确，常会导致驾驶混乱。像是民生路这个路口，直行车辆就会常常开进左转车道，那目前已经完全改善。过去行经中山一路，最让驾驶头痛的就是车道位置不衔接，尤其是五福和民生路口最为明显。以中山民生交叉口北往南的方向为例，内侧车道原本是直行，过个路口却会直接开进左转道，迫使驾驶必须在中途进行切换，不仅可能增加回堵几率，更徒增事故风险。像之前的话，就是标线没有那么清楚，所以大家可能会对于那个左转或右转没有那么明确。可是现在改善了蛮多的。如果遇到不知道路的，或者是不知道该怎么转的，就会有点麻烦。但现在的话就还可以。以往的画法呢，这个最内侧的直行车很容易就误入这个左转车道里面，以至于到了路口它还要往右去做变换。那现在的做法就是让直行车在最内侧还是可以继续直行，那是让这个左转车呢到了接近路口的时候，才有一个附加型的左转车道。高市府交通局与公务局合作，除了中山路以外，包括中华路、九如路、美术东2路等主要干道，都趁着路面重新刨铺的机会，同步进行标线改造，借由消除旧有不合理的标线，让左转车有专属的待转空间，直行车也能顺畅通过，不用再冤枉排队。中山路的改造的部分也是借由这一次道路重铺的机会，那把标线做一个改善。那原本3快1慢慢车道不够宽的这个状况下，会有一些右转车流交织侧撞的问题。那这个左转车道没有偏心的状况下，也会有这个直行车道会误入左转车道。那这一次的标线改善呢，都一并把这个问题做解决。这次中山一路的转变，不只是单纯的铺马路，而是一次从路型设计到动线逻辑的全面升级。透过工程手段修正路口设计，让高雄的道路不再只是大条，更是让市民安心驾驶的直觉式路网。解说君高雄报道。高雄市凤山区滨山街位处正修大学后端，又临近长庚医院，车流量非常大，加上路幅不大，车辆违停严重，也造成交通的危险，所以周遭停车场已经一位难求。因此，地方希望争取文山高中学校地转用停车场，解决日益严重的违停问题。满超大的停车场，光是机车就已经停满，民众想要停车还得绕好几圈。这里是凤山区滨山街，由于位处正修大学后方，又临近长庚医院，停车场一位难求的情况已经相当严重。不
不仅如此，由于路幅不大，两旁都是店家，因此车辆违停严重，造成交通事故频传。现在地方希望能够争取文山高中的学校用地转用停车场，解决日益严重的违停问题。有一些就自己的亲人来找我们，他连停机车、连停汽车的位置都没有。如果有停车场，一定是会比较可能不会像现在这么拥挤啊。滨山街真的是一位难求啦，在文山国中旁边有一块空地，那这块空地是属于教育局的。那我也一直有跟学校文山高中的校长在讲说，是不是这块空地能够释放出来，就是说或者是由学校来经营停车场也是 OK 的，或者是由学校出租给停车场业者去做规划使用。那我想滨山街的那个停车的问题，应该是会解决一半左右的问题。滨山街实际上八米道路当中有造成咱停车的问题，咱的停车问题了，造成八米道路了没有办法消化这些车流量。当然足期待咱的政府应该来重视，未来有可能咱在进步过程中，迄个所在一直咧发展。咧发展，这就是讲咱的停车的问题，包括交通的问题，这是咱政府真正爱重视的。咱有早提早规划，就提早完成，这是咱足侪市民朋友期待。不仅如此，旁边的自来水公司空地，由于租金太贵，使得承租停车场的业者不堪亏损而退出。地方希望能够协调降低租金，让业者愿意进驻，缓解停车问题。在这边就跟那个自来水公司讲一下，就说希望他们的租金能够降低些许啊。也不是说一点点，因为你租金太贵的话，那个停车场公司他也就没办法来规划这边的空地嘛。那你那块空地空在那边也是实在是，说实在双方都不划算啊，包含里民也是不怎么 OK 啦所以说这边呼吁我们教育局啦或者是自来水公司尽量能够把租金压低，能够解决我们滨山街停车的问题。滨山街另一端就是文山特区，生活机能佳，未来更是看涨。不过交通乱象相对也更难解决，地方希望政府能够出手协助，协调校方与水公司设立停车场，早日解决停车的棘手问题。记者张世明高雄报道。高雄盐埕区有一家古早味面店，干面米苔目分量十足 ，CP 值高，价格也很便宜。一开摊就立刻有民众入座，有顾客表示，不止面的分量大，就连汤也很多，吃得出真材实料。盐埕区大舞台市场旁，一家40多年朴实又有怀旧感的面摊，每到用餐时间，人潮就涌进来。民众表示，干面、米苔目分量十足 ，CP 值高，价格也很便宜。干面面条软硬适中，豆芽菜也很多，再加上满满肉燥，还有蒜泥，更加提味。他们特色就是符合我们一般的市民家常所吃的面。尤其是它的面非常的可口，尤其它的蒜味都是我们一般都可以接受的面点，尤其它的一些汤，而且它的各个小菜也都很不错，我们都很喜欢这个陈妈妈的面店。我买了米苔目跟干面，然后还有小菜，然后通常它的米苔目分量 CP 值很高，小碗的其实是大碗份这样子。民众表示，一碗干面再加上猪血汤搭配，便宜好吃，分量多，一餐下来饱足感满满。而一旁卤味小菜也很入味，如果配上姜醋酱油膏，也是别有风味。面汤料多实在，每样餐点都很好吃，重点是还很平价。就是古早味，因为这从很早在那边那个阿巴丁旁边，我们就搬过来这边的。跟着这样来吃。对。他们的卤味小菜。都不错啊，很道地啊，真的很传统的味道。拢好吃，口味拢袂歹。干面、骨肉汤，每天骨肉汤都被追着跑。真的。所以这个询问度很高。对啊，猪血汤也不错。民众推荐的还有猪血大肠汤、骨肉汤，而猪血很软嫩，汤头也很好，
骨肉汤则是民众大推，晚来一定落空，所以要吃盐城在地古早味道的面时，手脚真的要快。记者李正道高雄报道。迎接马年春节，台南市经发局市场处集结台南市7大公有零售市场，号召在地的摊商联手推出精致的年菜，从传统的功夫菜到创意年节料理一应俱全，品质不输5星级的饭店，要让民众以最实惠的价格轻松围炉过好年。可爱的吉祥物蔡奇亚用舞蹈表演炒热现场气氛，时不时还来个倒立特技。马年即将到来，经发局市场处集结7大公有零售市场，推出一马当先佳肴买盐年菜。记者会现场展示多道色香味俱全、物美价廉的年菜，香气扑鼻。大家可以看到，都只有几千块，但事实上都是历经挑战的市场名摊所做出来的年菜。那台南年菜有高档的5星级的年菜，也有非常在传统市场很平民、很亲民，而且 CP 值最高的5星级的市场年菜。鱼翅羹、佛跳墙、全鸡料理、乌鱼子、大虾，从传统秋肉菜到创意年节料理一应俱全，品质不输5星级饭店。今年参与市场范围扩大，有些部分更享免运优惠。都是套餐的服务啦，越早订购的话，当然就是越澎湃哈，越能够订得到。那越到后面的话，当然是因为限量嘛，限量供应，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尽早出手哈，那赶快来订购，因为我们今年的菜色跟以往也不太一样哈。经发局表示，年菜不只是年节美食，更是市场文化与职人精神的体现。这回各市场皆以创意与诚意端出拿手好菜，欢迎市民朋友走入市场选购年菜，为新的一年添好运。记者收怀谈的报道。台北内湖知名的737巷美食林立，其中在巷弄里有一间人潮满满的面馆，仅靠一碗经典鸡汤面就虏获饕客的心。更特别的是，这家店还是拿下了奥运拳击铜牌的拳击甜心吴诗怡家所开的。店里除了有卤香蛋白等特色的小菜，老板吴成宏还应顾客要求开发了现煎猪排和鸡里脊等新配菜，同样很获好评。现在就透过镜头带您一起来品尝看似简单却拥有不平凡滋味的鸡汤面。看似简单的一碗鸡汤面，却让吃过的人都赞不绝口。这家位于内湖美食小吃聚集地内湖路一段737巷里的面馆，每到用餐时段总是会吸引满满的人潮，全都是为了这一碗鸡汤面而来。这个鸡汤面的这个菜跟它这个汤都是非常有内涵。你不要看它这个只有淡淡的清汤，但是它里面的汤里面是用这个鸡骨下去来做熬煮。我相信这个店家在这个汤里面下了很大的功夫。这一间的汤头是蛮浓郁的，然后因为我吃过其他间，然后荞麦面做起来其实蛮不容易的。虽然我不知道它的做法是怎样，但它面条是蛮扎实，然后汤头蛮浓郁的，然后整体的口感是非常的，可以说蛮好吃的啦。因为它的鸡汤面吃起来真的很不一样，我感觉就是不油腻。然后你会觉得很清爽，然后因为它里面的鸡肉超嫩的，觉得很好吃。然后荞麦面很有嚼劲，我也喜欢。用鸡骨加上洋葱，花2-3个小时慢火熬煮后再过滤。不同于一般汤面的汤头，这是老板吴成宏的用心，希望让消费者享受到简单却健康的美味。我们就是一锅而已，那早上就是我差不多8点左右8点左右起来熬的，然后就是第一锅都差不多2个多钟头、3个钟头左右了。然后那一锅我们就是汤起来以后，然后就继续加骨头了、加肉下去，再继续熬。那时候单纯就是保持那个它鸡肉的那个味道，就是说也不要加太多其他的东西下去。那时候就选择是洋葱，洋葱这部分跟它比较搭。
面条部分也有巧思，选用的是市面上少见的荞麦面，口感 Q 弹，搭配些微裹粉的鸡胸肉与青菜，让整碗面不但好吃，更符合现代人讲求吃得健康、无负担的诉求。都找了好几家，觉得这一家的它的面体比较 Q 弹，比较 Q 弹，有特别挑过了，这一家厂商。为什么会想要选比较 Q 弹的面体？我们只单纯就是做一样面而已，所以想说做比较又要健康，然后又要特殊的话，就是面体特意去选荞麦面这样。各式小菜同样获得客人好评，其中乳香蛋白不但刷嘴，更具有健康概念。因为家里的小菜种类其实蛮多的啊，那我自己个人会觉得比较有特色的，像是烟熏豆皮，因为我们的那个烟熏味是非常足够的。那还有那个凉拌木耳，对，那我们因为它是有一点带有醋的酸酸的那种酸甜甜的这种，我会觉得蛮开胃的这样子。还有我们的乳蛋白是有特别把蛋黄去掉，就是想说可以兼顾一个就是蛋白质够，然后低胆固醇的一个选择，而且是我们是蛮早就有推出的，对，然后大家都会想说，蛋黄都去哪里了？我们就还会特别解释说，就是可以做其他用途啦，这样子。还有被列为必点的现煎猪排，香味四溢，让人忍不住食指大动。这可是老板应客人要求研发的新配菜，没想到一推出就大获好评。日前因为爆发口蹄疫事件无法供餐，还一度被客人抱怨。没有办法，我们做的是温体的，没有的话就没有了。那时候就停下来，就整个停下来，等到他出来的时候再做。还有客人抱怨吗？一定有啊，一定有，来就是没吃到猪肉。对啊，喜欢的人很喜欢啊。用餐环境也很舒适，空间明亮方正而且简约，墙面还挂着多幅奥运拳击铜牌得主吴诗怡的海报，以及与台北市长蒋万安的合照。原来吴诗怡是老板的小女儿，常年在外征战为国争光。回国后，吴诗怡最想吃的还是家里的鸡汤面。慢慢的，可能出国回来就会想要吃一碗鸡汤面，就是开始给我的定义就有点像我回家就好像一种报平安的方式这样子。那所以可能爸爸妈妈在设计上也会想说，我常常会一直提到说，我要降体重啊这类的资讯。然后我是不知道有没有关啦，但是他们反正设计出，我就觉得，我平常也可以吃一点的这种组合，我就会觉得，难道是因为我的关系吗？吴诗怡成为台湾之光，让这家本来就很夯的鸡汤面馆更是一夕爆红，吸引不少人来用餐。直说父女俩都是内湖的骄傲。诗怡是我们内湖的骄傲，也是我们台湾的骄傲。他们家这个鸡汤面真的是看起来很清淡，但其实是蛮浓郁的，就像他本人这样子，看起来秀秀气气、很文雅的样子。其实他在那个拳击赛场上面展现的韧性跟力量，就真的与众不同。这就是延伸到他在居家这样子，在店面上面所展现出来一个韧性跟力量，所以特别的吃起来就是不一样。它是我们内湖的骄傲。虽然吴欣怡勇夺台湾在巴黎奥运第一面奖牌，让店里更加忙碌，不过老板吴成宏眼中满是喜悦，因为女儿是他们的骄傲。那一定的啊，对小孩子能这样子，当然很开心，很高兴啊。就是把他全部的，就是这些相关的一些照片，什么都放在店里面这样子。对啊，很开心啊，他能打成这样子，我们也很骄傲。凭借着诱人清香与温润口感，这碗鸡汤面在美食林立的内湖737巷虏获无数人的胃。欢迎面食爱好者一起来品尝这碗孕育出奥运国手的鸡汤面。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农业部农发水保署年度的盛事田妈妈期末联席汇报于台南新化举行。承办单位大坑农场特别以新化山区传承100年以上的世地民俗饭蛋文化做招待，宴请来自全国各地的长官贵宾与全台田妈妈。做这道菜不用迟疑哈，我们也不用煮太久。来自全台各地田妈妈品牌业者齐聚新化大坑农场，体验食农教育，除了解食材从田间到餐桌的过程，也让他们亲自动手料理。
这是农业部农发水保署的年度盛事——田妈妈期末联席汇报。承办单位新化大坑农场特别规划丰富的农游行程，让全国的田妈妈们认识台南山区的饮食文化。今天我们特别准备了这个大坑尾的饭蛋文化宴，是为这个全台湾的田妈妈。北中南东都一起来到我们的大坑农场，然后呢，我们特别为他们准备了这个非常接地气、非常道地的一个永续的农游行程。它当中也包含了我们去竹笋园采的这个食农教育的课程，亲手采，然后认识我们大坑尾的主要的经济作物麻竹笋。那我们呢，也带他们呢，不止从产地到餐桌，我们还进到厨房哦，学习我们在地的特色料理竹笋粥。那竹笋粥呢，就我们直接在我们的农村厨房里面，然后去做学习，然后特别我们今天还加码了一个特别的，属于台南当地的台南女人才会吃的坐月子的，叫做黑糖煎碰饼。哇，刚刚很多田妈妈她们体验过，觉得非常的有趣。谢谢哦，欢迎你们来哦。这次活动特别将台南新化山区传承100年以上的市地民俗本达文化作为主题，推出新化大坑尾本达文化宴，热情款待全国各地的田妈妈。那今天的主题就是饭蛋的文化，主要就是凸显我们大坑尾、大坑村庄这个饭蛋的这个节庆的一个美食，这样子。那所有的游程都由饭蛋的文化下去做发想。承办活动的大坑农场希望向全台农业伙伴传递对土地持续耕耘与对文化的传承自信，也期待更多人能够听见这句来自浅山的邀请，欢迎大家小酒来大坑，做伙吃饭蛋。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您想过变身成童话故事里的拇指姑娘，或是体验捷克爬上豌豆树的感觉吗？桃园市儿童美术馆最新推出的放大镜与缩小灯主题书展，不仅展出相关的绘本，现场更打造了一座捷克的豌豆力球池，让小朋友跳进去阅读，就像变成了小豆子。走进桃园市儿童美术馆3楼的儿童艺术图书空间，映入眼帘的不只是传统排排站的书架，而是一座充满童趣的绿色球池。仔细一看，这可不是普通的球池，而是一颗颗放大的豌豆粒。馆方配合展期至2026年3月2号的馆内特展 Mini Bone， 而特别企划了这场放大镜与缩小灯缩放自如主题书展，利用空间设计的巧思，将阅读角落摇身一变，成为充满惊喜的巨人国度。那我们这场展览是跟楼下的 Mini Bone 的展览做一个联动，那展示的书籍会以缩放的一个世界为主，就是我们会有很大的人、很小的人，或者是主角身份转换去改变世界观、世界观点的一些书籍。所以这一次主要的选书呢，就包含一些巨人的选书、矮人的选书，然后也有一些很经典的童话，包含大家知道的《格列佛游记》、拇指姑娘，然后还有包含爱丽丝里面有变大变小的情节，就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去感受到而阅读的一个乐趣。为了让孩子更有身临其境的感觉，选书方面别具新才，展览精选了《杰克与魔豆》、《拇指姑娘》等经典童话，还有台裔美籍作家的绘本《点心宫殿》，描述小朋友在梦境中闯入食物世界，身体缩小变得跟烧麦、虾饺一样大，惊险又逗趣。另外还有一本法文版的《一寸法师》，透过精致插画呈现小人儿的冒险视角。我这一次要特别跟大家推荐的2本书呢，一本是这个点心宫殿。那点心宫殿就是很典型的小朋友呢，在梦境里面进入一个食物的一个世界，那它呢尺寸就会变得跟食物一样大。那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呢，他就去探险，然后变成食物，差点被吃掉，有这样的一个探险故事。那这一本呢很特别，这本是一寸法师。那一寸法师虽然是日本的故事，可是这本书呢是法文版的，它有非常精美的一个插画，让大家呢透过
图片就能够感受到这个故事的一些冒险的情节。那我们的选书呢，还有非常多种不同的一个选书方向，那很欢迎大家来现场体验看看。除了书好看，现场的布置更是暗藏玄机。展览特别邀请插画家打造结合童话元素的特殊书柜，鼓励小朋友在书架间寻找隐藏的角色线索。而最受欢迎的捷克豌豆粒球池，则是让孩子体验尺寸变形的最佳场域。那捷克的豌豆粒球池区呢，它当然就来自捷克与魔豆的故事。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小小的豌豆球池，让大家在里面阅读的时候感受到这个尺寸变化的差异。因为当你进入这个大球池区，你就变成了食物的一个部分。那你呢，在阅读的上面也会更有沉浸式的一个体验。那我们除了这样子的互动区以外呢，我们的现场也有很多特殊的一个书柜，那它也是结合了各种经典故事的一个元素，很欢迎大家来现场找一些重要的线索。从楼下的袖珍艺术延伸到楼上的沉浸式阅读，展览打破了书本与游戏的界限。这场缩放自如主题书展将在桃园市儿童美术馆持续展出，邀请爸妈带着孩子一起跳进豌豆池，在忽大忽小的奇幻视野中享受亲子共读的乐趣。记者李成浩台场报道。2026年适逢基隆大航海400年的重要时刻，和平岛地质公园推出2026四季旅行票，可以1年4次4季入岛。即日起到1月18日限时推出早鸟优惠，好康超多。因为今年呢是大航海400年，所以我们的四季旅行票呢也结合了大航海400年的一些理念跟活动。那希望呢大家可以用1张票，然后玩1年，然后玩4次，不论是春天、夏天、秋天、冬天，然后针对小岛不同的风貌，然后来做体验。和平岛地质公园四季旅行票相当受欢迎，今年再度推出2026的四季旅行票券，一次打包4次入园，有许多活动都可以报名参加，还有多家在地的店家的专属优惠，方便让民众可以用亲民的价格来深度体验和平岛的四季人文与海洋魅力。那这次非常非常划算的是，我们1张票呢最低只要200元。那200元包含什么呢？它第一个，它可以入园4次。然后第二个呢，它可以体验我们的阿拉堡湾的秘境。然后第三个呢，还包含了店家50元的抵用券，以及在夏天的时候呢，你可以来玩 SUP 跟独木舟也有赠送抵用券。然后再来就是呢，我觉得非常有趣跟非常酷的是，我们还加入了一个叫基隆港，然后搭船的抵用券，你可以从基隆港搭船来到我们的和平岛，然后非常的有趣，也非常的好玩。最后呢，我们有一个叫做永续的活动，叫做小岛制造，然后也包含抵用券也都在里面。所以1张票玩4次，春夏秋冬都玩得到，然后里面包含了丰富的活动，所以是非常非常划算的。但是呢，200块的抵用券它只优惠到1月18号以前哦，所以200元最低的价格一定要在1月18号以前把它买下来。和平岛地质公园表示，从400年前的航海启程到今天的四季旅程，和平岛始终是一座相当值得被探索的岛屿。四季旅行票是1张门票，可以陪伴大家1整年的岛屿体验，邀请旅客用1年的时间走进属于自己的和平岛之旅，体验基隆的山海人文魅力。记者黄志生、陈淑平基隆报道。台湾少子化的问题严重，不过桃园市却是好运连连。今年元旦，全桃园一共诞生了77位元旦宝宝，数量居全台之冠。其中中立的红旗妇幼医院就接生了16位，包含1对龙凤胎。市长张善政特地前往医院探视，送上尿布和奶粉，感谢家长们愿意在桃园生儿育女。看着怀里熟睡的小宝宝，家长脸上洋溢幸福笑容。桃园市长张善政走进红旗妇幼医院的产后病房，亲切地向刚生产完的妈咪道贺，并开心地与新手爸妈们合影留念。为了给家长最实质的鼓励，市长双手送上尿布、奶粉等实用贺礼，现场气氛温馨热闹。刚才你也提到，我们妇幼局说，77位，昨天元旦宝宝77位，桃园，我们红旗这边就占了16位，这比例非常非常高，而且77位来讲，从
数字来看，比去年、前年都高很多。前年才60位，是不是？才60位，从62年期间涨到77，这个绝对不是豁然率，刚好昨天比较多生，真的是大家对于我们这个在桃园生儿育女是有信心的。有信心，第一关当然就是要找一个好的医院，能够顺利、安全的把小 baby 生下来。今年元旦，桃园市喜气洋洋，全市共诞生了77位元旦宝宝，比去年大幅成长，也是全台出生数最多的城市。其中，红旗妇幼医院单日就接生了16名，包括6男10女，甚至还有一对幸运的双胞胎，也是今年桃园唯一的元旦双胞胎。我们希望今年带着这个好运，今年我们的少子化的情形能够获得缓解，甚至能够逆势上扬。那从115年1月1号起，那桃园市政府陆续推出了几项的桃园真好运的措施，包括我们的这个好运专车，在这个元旦宝宝出生之后，这个它的使用期限能够延长到产后的1年。另外呢，我们也推出这个坐月子到宅的服务，如果您是不利处境或是多胞胎的这个产妇，那这个不利处境可以享有120小时的服务，那双胞胎可以享有160小时的到宅坐月子服务，都是希望能够从孕前的这个健康，孕产妇的健康到她这个行的安全哈，那还有这个生下来之后对这个宝宝的这个照顾，妈妈的这个照顾，还有这个托育的这个费用的减轻，我想这个都是一连贯性的一个服务。那当然，今年我们也会再加重在育儿指导方面，还有这个定点临托方面的一个服务。那希望能够更到位，能够贴近父母的需求。市长张善政表示，元旦宝宝数量从去年的60位成长到77位，代表市民对桃园的生养环境有信心。其实昨天陪市长到元旦的一些妇幼医院看到元旦宝宝。然后红旗今天听说在桃园市生的最多了那的确在台湾现在少子化的一个情况下，这么多的优良的、优秀的妇产科医师、儿科医师，还有我们的护理团队所有同仁，在我们的少子化的国安问题一直在坚守岗位，在打拼。市府也承诺持续推进好运专车、冻卵补助以及加码生育津贴，透过从产前照顾到产后托育的一条龙政策。减轻家长负担，让桃园继续稳坐全台最年轻、最敢生的幸福城市。记者曹浩团场报道。114年风灾地震不断，为了向辛苦的救灾人员表达感谢，台湾首庙天坛与陶艺大师翁国珍合作，制作了100只象征感恩与祝福的感恩壶，致赠给努力付出救灾的单位与个人。透过颁证仪式表达最深的敬意。台湾首庙天坛日前于庙城举办天公赐福、感恩赠壶活动，邀请市府民政局长、民意代表以及陶艺大师翁国珍出席，共同见证充满感恩与祝福仪式。今天我们齐聚在天坛，在玉环上帝见证之下，共同向2025年在台南及花莲风灾中辛苦付出的所有人，致上最深的敬意和感谢。因为有你们，我们的城市才能够重现新的希望。也因此，天坛秉持以善为本、以德为先的信念，特别与陶艺国宝翁国珍大师携手制作象征感恩与祝福的感恩壶。每一只壶都是手工制作，每一只壶都是代表一份的诚挚心意。咱祈祷啊，用上帝头前啊，实际上咱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啊吼。因为2025袂使讲是阮啊经历一个股灾股难的一个年份吼，就是讲南西地震，南西地震过来，咱若是台风这部分爱种种的这灾害，实际上咱台南所有这宫庙，像伊由上帝带领之下呢。咱感受到这神明的保佑，即届迄个今年的这地震也好，风台也好，虽然财务有损失，我相信人嘛当感受到讲人的部分拢无去损伤着，会使讲
拢是有心中的大幸啊！吼。典礼由台南市各区区长以及将近60位救灾善心代表上台领受感恩壶。这次由天坛与陶艺大师翁国珍合作，制作100只手作感恩壶，每件作品都是独一无二。另外，翁老师还将自己一件珍藏高将近1公尺感恩壶龙头水柱送给天坛典藏。我的公婆又搁发生这么大的灾难，所以今仔日这种一款作品要来送给咱的一寡善心的单位，也是个人，尤其是一寡残智英雄。当然啦，有法度人完全讲送甲完全，但是表达的是12万分的善心。这件这好的作品，过去有人想要买，伊拢唔敢买出去。今仔日利用这个这样新鲜的机会，要来送给咱天坛，送给咱天公祖上卡上有意义啊。那么伊嘛希望讲这件作品咧，伊人会过福气，但是这件作品留存伫咱天坛，永永远远会当用咱信徒咧来看来参观。翁国珍老师的爱与祝福。台湾首庙天坛也回赠翁大师一字匾，表达对大师艺术成就与一举表示敬意。记者林银庚台南采访报道。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大同区与里长有约座谈，与地方第一线面对面交流，从都市更新到文化保存，再从长辈照顾到交通建设，现场讨论热络，也展现市府倾听基层、回应地方需求的态度。115年第2场市长与里长有约座谈会1月5号在大同区公所举办。市长蒋万安分享，大同区是他心中最有人情味、最温暖的地方。不仅常带儿子到建成公园玩，也常去品尝大同区美食。农历年将至，他也向里长们拜早年，并提到迪化街、年货大街推动无烟政策，人潮与买气双双成长，以及淡水河岸改造、中心院区新建医疗大楼、国小校舍更新也持续推进中。大同区是最有人情味、最温暖的地方。所以每一次来看到里长，我都非常的开心，也非常感动，因为里长是在地方第一线，接触民众，听取基层的声音，跟市府反映，提出建议。所以谢谢各位里长，非常的辛苦，来拢就辛苦了，就感谢你定。去年我们首创全国第一个无烟的年货大街。就是全面禁烟、无烟的环境。其实，在推动之前，很多人质疑说：“这不可能啊！”但是我们做到了。去年的无烟年货大街，吸引更多的人潮进来，比前一年再多2成，营业额更超过了17亿。所以很多政策推动，我们都要突破、要改变，勇敢的去做。第二个。都市更新，咱台中区的里长就关心的都更，所以过去3年，我们包括都更8件、防灾型都更，我们都更的报核案件数是过去8年平均的2.3倍，而且是其他5都加总起来，我们还要比他们加总起来还要多，是他们加总的1.4倍，所以台北市正式进入大都更时代，校舍的改建，大同双联国小也都会推动，所以很多我们还有中心院区，我们会有一个新的医疗大楼的新建工程，也正在规划。未来包括医疗、居住、孩子照顾、都更、交通，大同区的发展无可限量。谈到都更议题，蒋万安特别感谢斯文里里长江雪清长期奔走，协助市府与居民沟通。斯文一起整宅同意比例已达关键门槛，市府将持续办理说明会，加速程序，期盼让老社区早日翻新。我们现在整宅1、2、3级已经叫做什么，你知道吗？都斗号，都斗号哈，它是一个标签啦。这个一定要讲出来，所以你要更新，我们就是要更新。
就是把1、2、3级把它都跟成功，来改变我们一个环境。而且里长下一步很关心我们4位义勇，我们现在也确定，跨过70%门槛，今年预计第3季会来召开说明会。那我想，只要能够加速相关的启程，我们会全力来推动。针对里长提出重现材寮仔意象，蒋万安认为大同区的历史记忆是城市珍宝，未来将串联材寮仔、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以及宁夏夜市，透过整体文化动线规划，让地方故事重新被看见。比较年轻一代的可能不知道茶寮，那为什么有茶寮的由来？就是从淡水线，从双连站，那再来到帕基亚街乡里。一个茶寮的木材街这个已经也是100年历史了那这一块我20年来我非常努力的去推动但是每次推动就是只有小小的社区营造小小社区营造，那就是没有多久大家就又淡忘掉了我们来规划这边里长想要具有当时这样的意象路灯甚至里长希望说整个串接从这个塔迪亚到这个新文化馆，新文化运动馆，再到宁夏这边怎么样来做一个整体的规划？那我请公园处这边，我们这个案子我们拟定好计划，来跟里长随时交换意见。针对里长提议扩大敬老卡点数使用，蒋万安表示，敬老卡是鼓励长辈多外出、多活动。对于扩大点数的用途，是否请社会局盘点需求，参考其他县市做法，评估更符合长辈生活与健康的使用方式。那个周喝鲜奶这个政策真的是赞。那我就觉得说，老人家更是缺钙，因为你现在想要国中生嘛，那既然有这个可以扣点刷卡的，其实也可以延伸到老一辈的因为老一辈的老人他们其实更缺钙，更需要补钙。药局也可以扣保健的一些点数。那至于是不是可以把它全面开放到去消费，这个可能就会跟一开始敬老点数的目的有一些抵触。比如说，也有长辈反映我去没有什么这有点就更奇怪了我们是希望促进长辈健康但反而让他去用点数买药，这可能就我们必须要非常审慎所以我请社会局这边我们做一个全面的盘点，看看地方上面的长辈老人家他确实有哪些需求，又符合我们这个敬老点数的目的。市长蒋万安强调，市府会与里长奏会，从基层建设到城市发展，一步步落实，让大同区不只保有人情味，也持续向前，越来越好。记者李慧台北报道。新北市政府举行高龄长期照顾处成立揭牌典礼，由市长侯友宜亲自出席，象征新北市在高龄照顾政策上迈入重要新里程碑。3、2、1，请揭牌！因应超高龄社会的照顾需求，新北高龄长期照顾处今天正式揭牌。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高龄长期照顾处整合市府长照资源，提供一站式服务，期盼打造高龄友善的城市。今年是马年第1天的上班，我们就正式让我们高龄长期照顾处6都首先来正式成立揭牌的好日子。那新北市的长辈已经达到80万人，为了让我们一站式单一窗口来照顾我们长辈能够在地安养乐活，所以我们把各级处融入我们成立的高长处。那新北市这几年除了我们有成立了120家的日照中心，5500家的失智守护站，还有我们全国首创的有 Feel 长照站，25个地方以外，我们不断的跟我们长辈推动所有的机构们一起并肩作战。那未来高龄长期照顾处一样，我们一定跟我们公司协会一起，大家共同努力，让我们长辈能够在这块土地能够安养
热火跟幸福。新北市长侯友宜更指出，市府自108年起积极扩大社区据点与提升长照资源，包括全国首创成立25处有 feel 长照站，鼓励长辈走出家门，活得健康。同时也广布5500处失智守护站，120家日间照顾中心。今年持续朝日间照顾中心达130家的目标迈进。所以今年其实我是蛮开心的，因为刚好是我们马年第1年的第1天上班的时间，就第一个来到我们卫生局来主持高龄长期照顾处的开幕典礼，类似揭牌。那其实这也要谢谢我们在座的议员，非常关心新北市的长辈，希望把所有的资源都能够整合在一起，不管是卫生、劳工、社会，包括人民，怎么样把资源结合在一起来照顾我们新北市的长辈？新北市卫生局表示，高龄长期照顾处统筹长照政策、服务体系、资源整合与品质监督，作为民众需求评估与连结资源的单一窗口，提供明确且便利的服务，期盼建构轻盈共融、安居新北的生活环境。记者肖世荣新北采访报道。南隆路是台五线进入基隆市区重要的道路，市府争取经费进行人行环境改善工程。第2期的工程从南隆路393巷经蓬莱隧道到455巷口，全长280公尺。今年5月中开工，历经8个月，终于完工，变身迎宾大道。车来车往的南隆路是基隆市区连外重要道路，市政府推动南隆路人行环境2期改善工程，已经接近完工阶段。2期工程在人行道过去是比较欠缺的，那我们在这一段的工程范围大概有280公尺，那其中我们增加了人行道的长度，一共是增加到了270公尺左右，那在面积的部分也增加到1200平方公尺，那整个人行环境是变得相当的好。那在跟过去比起来，在行人的动线上有一些阻碍的部分，我们也都逐一的来去做排除。2期改善工程全长280公尺，从南隆路393巷至455巷口，除了人行道拓宽、路口安全设施整合、车道调整之外，电杆都已经下地，让步行环境相当舒适。在这个路段因为电线杆林立也造成行人通行的一些阻碍。那我们趁着这一次的机会，把所有的电杆都拔除，那要求管线单位来去进行下地。那甚至我们在人行道的范围也建置了共同管沟。那这个共同管沟就来收纳所有的弱电缆线，包含有线电视或者是固网等等的这些线路。尽管工程道路长度只有280公尺，但挑战度极高，像是周边店家林立，团队克服骑楼、巷弄及路面高低差问题，互相整合。那这一期的工程我们大概耗费了8个月的时间，那中间克服了许多的困难，包含地下管线，那人行环境不足的部分，以及商家需要有一些营业的需求，还有一些住户的进出需求，那我们逐一的来克服。那其中也有包含了骑楼跟道路的高低差，那这个部分我们也透过一些设计的手法来去做一个执行。那这一个工程我们大概斥资了2700万，那后面的工程大概还有2期的工程，那我们总共整个大计划来讲会花到2亿左右的经费来去做执行。南隆路2期工程将在道路重新刨铺后开放通行，将大大提升道路整体的市容景观及人行安全性，营造人本交通的新典范。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安平国中庆祝56周年校庆，除了举办运动大会，还规划一系列的活动和技艺教育成果展。其中，华德公家与时尚美容管理协会合作推出的行动科技美容体验与精油皂的爱心义卖，更是将所有的收入交由台南市教育局的专户，用来帮助弱势家庭。以海洋国际和国际志工优质学校为号召的安平国中5号热闹庆祝56周年校庆，展现学生青春活力。同时，校方多年来针对3年级学生每周1次的技艺教育课程，
更是要试探学生了解自己的兴趣和将来拓展的可能性。所以校庆也邀请华德公家的家政美容、光华高中的设计群、中华医事科大的医护群，以及自办手工饼、爆米花等餐饮来举办体验成果展，场面热烈。我们的手工饼干跟爆米花1包30，2包50。其中，华德公家结合池力时尚美学管理协会所推出的行动科技美容课程，辅导学生考照，以及应景的圣诞手工精油皂，用来创业和师资培训，都吸引不少学生的兴趣，纷纷来体验。透过华德公家跟心动科技美容，让我更认识美容知识，然后也会让我更有兴趣，以后可能会往这方面想要去走。会去教孩子有关美容跟美发的一些相关课程，让他们提早去知道这些课程的一个方向，还有没有兴趣。那过后会对他们在未来发展有多一项的选择。技能的部分，把它结合在一些科技美容，还有我们的精油皂的一个结合，手做的课程。那从他们这些学习过程中有兴趣之后呢，才能去在高中职里面选择他们未来在选择科系的部分的专业技能。所以我们也在这个部分帮学生做一些他们在行动在校庆这个地方来做一些很好的一个体验。安平国中积极推动技职教育，除了在校庆展现体验成果展，同时所有参与的单位也要将收入全数捐给教育局专户，来帮助弱势家庭。是的，感谢我们相关的单位的付出哈。我们今天有很多的义卖，还有我们的一些活动。那这些的我们的收入呢，我们都会归到我们安平国中的教育专户里面。透过台语的闯关，例如孩子用台语去购买东西，然后呢去体验一下台语的教育，然后平常我们都是生根扎根在我们的台语教学上头。所以今天我们的运动会非常的精彩。相信每位学生在实作中探索兴趣、发展专长，无论升学或就业，都有自信和实力走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以上就是本周的中嘉新闻周报，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